今年6月有一只钓伤的石龟伫偏湖的虎井渔港，互人发现，那这龟壳被开两骨也钓伤，甚至评估过程认为讲爱甲伊安乐死。不过经过这专业团队的治疗甲复健600多天的照顾，今仔日世界地球日甲带去新北海边野放，伫龟壳顶头呢要安追踪器，后续海保署也会进一步来了解讲，伊敢有顺利登到偏湖生态地。 经过动物救伤团队的协助，石龟4只脚劈咧收回去大海。这只石龟准年在偏湖虎井渔港方发现，毋但骨壳离开两骨嘛受伤，要互医疗团队评估讲着爱安乐死。不过经过手术甲复健，石龟总算恢复健康。第4月2日，世界地球日这天，伫咧新北淡水沙仑海沙坡野放。 石龟拄则出海沙坡，还阁丢一下，不过尾也有顺利收集海囊，无被记入本灵。敢若看会到追踪器的天线。救伤团体表示，这届的救援行动下过偏湖、嘉义、新北甲花莲县的县市，为了减轻石龟的压力，选择这阵较无渔业干扰的北部野放。从澎湖到台湾已经舟车劳顿了接近500公里，他如果要再回去500公里，这样对动物其实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，就是减少它在北台湾的移动的时间，那直接在北台湾放，然后台湾海峡这一块就让它自己去探索。 救伤团体指出，照石龟的习惯会登去到原本的生态地，海保署嘛会透过追踪器看伊敢有顺利登去偏湖。若偏湖龙鱼桥是提醒民众，过来5月至10月是石龟上花生卵的生育期，嘛禁止民众入去到绑湾岛石龟生卵栖地保护区，避免影响保育。这个保护区的设置，都是要有一个栖地的概念吼。伊即嘛已经有啊，慢慢有起来在做这个。 咱一定爱呼吁咱的民众，一定爱保护伊。若看到伊，尽量莫甲破坏。那伫个若有机会去阮偏湖观光，到万湾遮，咱个尽量等外口外围啊看咯吼，莫入去做干扰。民众若是发现受伤，还是靠衰海洋动物，救伤单位是提醒讲，毋通加入登去海洋，避免对动物造成二度伤害。民众会当通报118海巡署专线来协助救援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佑新北报道。